為資金揾出路，穩定增值驚喜派息。你有冇諗過點樣可以穩穩陣陣，將手頭上嘅資金變成將來每年穩定嘅現金流？尤其係而家通脹高，投資市場有波動，好多客戶揾我，其實淨係想要一樣嘢：穩定增值加長期派息，仲要係比銀行高好多，而且有穩定嘅利息。其實呢個唔係幻想，市場上真係有呢類適合中長線投資理財嘅產品。特別適合一啲對回報有要求，但又唔想日日睇住個市嘅你。由第10年開始，每年派息高達8至9厘，長遠睇回報非常有驚喜，仲可以做到退休收息、資產傳承，一步到位。點解做到？其實關鍵就係靠時間加複利效應，實實在在咁幫你，夠穩陣、夠實際。但有一點大家一定要留意，就係一定要同有實力嘅公司買，特別要睇清楚過往嘅紅利實現率，有冇言出必行，講得出又做得到。有興趣了解多啲點樣幫你打造長線高回報現金流，歡迎隨時揾我傾傾。